OK 朋友们，现在我到香城区啊，我刚正搭朋友到海水买酒开下单，现在倒不是熬不得了。那么我现在人辣搿个间2C 市路刚之前的一个边浪向，那么我随着 MUD 享受一杯就不错的大包档，佛山的，去打打米兰口，音乐起。愛上了看見你如何不懂謙卑，去講心中理想，不會俗氣，猶如看得見晨曦，才能歡天喜地抱着你。我每次回來多少驚喜，也許一生太短，陪着你。我覺得相機手指現在個自己要弄得整個色美相強，整個色美漂亮，環境海得了，我講。像那样吃啊、打啊，或者讲是运动健身啊，我觉着侪有的，还点真的蛮便当的，有点结棍的。OK， 大家弟兄们，只有是广东的大包档，那么我也看到广东的话，毕竟我广东的话相当口语噶。OK， 兄弟们就选它了。你好，你識講廣東話嘅？啊，識講。有咩介紹啊？我哋呢度嘅招牌呢就有燒鵝啦，仲有叉燒啊，仲有一個乳鴿，仲有一個我哋嘅特色嘅煎釀三寶。煎釀三寶冇問題噶。OK， 我點了一份這個乾炒牛河，這個是廣東菜裡面比較經典的主食，我基本上吃廣東菜都會點。是 OK 的，是 OK 的。就你怎麼去判斷它一個乾炒牛河好不好吃啊？就是它的河粉入口要那種油潤感，然後它的河粉的邊緣會有一種膠質感，這樣的河粉才是好吃的。而且它牛肉也要出緊實，就彈牙的感覺很嫩，你知道嗎？這裡上來一個龜苓自寶啊，它這道是廣東順德的一個招牌菜，然後它這道菜的精髓在於什麼？就是它不會加任何的水，它只會用紫排裡面的水分來用大火來燒、來烘、來蒸。太絕了，酥香唔嚟噶，種仔。還有我們推薦多吃的。隨後是這個煎三寶，也是比較經典的廣東菜啊。OK， 先來嘗一下這個三寶裡的鯪魚餅啊。我跟你講，這個鯪魚啊，它的味道就很特別，你一吃就能吃出來，而且它肉質是比較 Q 彈，這個鯪魚餅很好吃。OK， 阿妹哋送的是烤乳鴿。我跟你講，吃廣東菜，它乳鴿背一啲嘅，寫這個經典當中的經典啊。好，到皮菜是菜的了，里向个多难得了，然后这说都妈的命啊！就所以说老广他们说起来配得起来就啊，一它个字也顶住它知道了，谁这个在这？那烤乳鸽是真的很好吃。OK， 弟兄们，现在我吃的，还等我吃的穷死日。一般廣東的大包檔，我每推薦到個皮帶塞得相當正宗。那麼這個第一次在誰了？這個2C 石頭乾水個這個沙拉之香，我覺得沒比那個層次太高了。沒錯，就是這樣。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